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所以社会大众即摆若讲到密保，都会真惊讲。但是其实人类应该思考的是，要安怎来尊重大自然，甲万物共生共存。继续来看咱台湾出名世界的精密机械的产业，当面临着生存之战。台湾的翠暗国家队，敢若用1个半月时间，就打造出92条的产线，把翠暗的产能提升到1天1500万片，这是世界各国同难而落。其中，台湾工具机工会号召将近30间的厂商组成的机械更替部队，大部分拢是来自台中的黄金总国，也是全世界密度上悬的精密机械的聚落。沿着大肚山北边到大甲，南边到南投的工业区，这个区段藏着1000基以上的精密的机械，有1万多间会员的供应商。相关就业的人口超过30万人，但是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厂商受到严重的冲击，有人开始无薪假，有工厂决定要来裁员。生产翠暗替全民防堵疫情的更替部队，刷落来要安怎自救呢？咱做伙来关心。这边有好多家没开。前面这家也是关起来。也未到休假日，沿路工厂已经有人铁门扭落来。压力很大，真的很大很大。哦，每天都睡不着嘞。烦恼工课接袂到，师傅来甲咱讲，明天足惊去休困啊！你若休困，伊就维持内底家庭。沿着台中太平大里往大肚山60公里长的范围，是全球工具机精密机械密度上悬的黄金总国。全景的乌树仔群，对家庭式的工厂、大工厂到科技园区，30万人靠着来自全球的汽车、机械、民邦、零组件订单，起价过日年产值9000亿。这里是台中有名的欧朱阿困，风景最好的时候，来往的货车将整条路塞得满满的。但现在货车已经稀稀落落，而旁边的这一家锻造厂，总共有3条生产线，其中有1条已经暂时停工。为着让员工维持拜到拜五持续上班，头家辞掉原本要来台湾的外籍移工，无订单就医生做库存费，嘛因此伊的库存坐到工厂看袂落去，还另外找仓库。师傅啊吼，伊免无头路嘛，免无头路，咱就爱先做准备，做一寡库存啦吼，一般一年的量啊吼，都提前做。那刚你家吨位？都是要吨位啊，你要有所在啊。这内面的库存费，有今年7月到港口，因为疫情风冻落来退货，也有去年2019的货。2019是工具机产业黑暗的一冬，美中贸易战，受到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去年规冬，台湾工具机出口量是下降16.1%。大家调整布局，希望2020有转单的机会。想袂到疫情侵蚀全球，各国封锁、发疗等会，陷入更加深的黑暗。这2-3个月完全几乎停摆。我希望说工具机在今年2020年，希望能够看有没有办法成长5到10%，哪怕3%、5%，对我们来讲就非常满意的。但是事实上，就刚好遇到这个武汉疫情，我们真的是好像重又被这击了一个重击。劳动部统计到3月底，金属机电工业有2247个人休无薪假，后续有偌济未爆单，无人敢预测。但是伫1月中，工具机工会已经有警觉到，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上大的祸结。因必须要团结，因此动员动员组成国家队，出钱出人，行起防疫的第一线。这一次的口罩设备，帮政府也是帮我们自己。我跟政府包括说部长
其实帮政府台湾稳定市场，也等于帮助我们产业。只要台湾的这个疫情赶快来稳定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不可以抢一些单啊？其实有没有这样？有，大家说，台湾蛮稳定的。台湾稳定疫情的成功经验，虽然国家对成员之一的商业科技将伊运用到海外，这是意大利厂员工用事实传来画面。食饭时间原本应该是人车拢真侪过路刷点制止，市政府广场嘛空空拢无人，因为这个所在是伫疫情重灾区伦巴第大区。当地政府宣布全面停工停课，所有人必须要居家隔离时，来自台湾的商业科技是少数被核准继续生产医疗器具的工厂。口罩我们从德国那边赶快去买，有的时候还买到1000个，赶快买回来之后，然后去买酒精，很多同仁会很惊讶说，奇怪，我们怎么有办法这么快拿到这么多设备？因为基本上，因为总部有很多的经验，让我们马上吸收到。这礼拜本来是停工的，那也至少有70个人。有的人还讲说，我来上班，我觉得还比较安全。这个月累积的相当大的订单要处理。商研科技意大利厂员工挂嘴暗，写路易斯安配，意思是咱伫遮要互大家放心，这已经加做台湾工厂伫意大利的形象口号。大家好奇，一个被 WHO 排挤在外，曾经被先进国家轻视，产业伫后面健康的台湾，那会伫全球沦陷的时阵加做焦点。这个是个动荡的时代，充满着风险，也洋溢着机会。那最重要的是，你经营者怎么去面对它？那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台湾的工具机产业经过2019美中贸易战的牵连，危机意识特别强烈，嘛因此当中国传出疫情的时，台湾的工具机业者伫春节就已经做好应战准备。自己在家里已经开始在规划了，说到公司要做什么，做什么，是否要提早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要准备什么东西起来，让我们员工有保障。各地的这些子公司行销的这些部门的这些讯息的互通，就变成非常重要。就像我们有收到了很多这些不管是半导体的这些以及这些医疗设备5G 的这些生产需求等等，我们也一直要关注这些部分，它的需求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先保护所有人的安全甲需求，就算疫情封锁国界，嘛封锁袂掉彼此的援助。虽然国家队团结的力量拍出第一场险目的成绩，实际上这种拍团体战的方式，当是欧洲界长期以来产业模式。我背负的不止我想赚钱，而是我的员工，他有家人，我的学历场，哪怕我的客户对哈珀品牌的忠诚度，对我的产品的信任，要赶快把它完成啦！一起加油啊！客户现在都急单比较多，OK， 加油啊！团结偌重要。柯文宪少年时阵，曾经因为顶下油厂合作品质不良，被日本违规退货，了钱挂一岛。伊静心落来，看到协力厂商共同研发出会当将所生产的冷却机温控精准度控制伫摄氏正负0.1度，技术大进步了后，伊重回日本市场。包括前7大工具机厂商的订单，甚至跨足欧洲。这次面对美中贸易战，新冠疫情连续打击，伊选择深库从事内部，利用这一波整顿里面的人员，培养更多的人员、技术人员，培育更多的人才，然后整顿自己的机型、机种，重新布局整个市场，分散风险。这个是对于台湾跟对台湾的企业制造业都是有正面的帮助。一定要沉住气，放慢脚步，先把自己蹲好，要怎么跳，这个最重要。运动员出身的伊，体会英雄经营，免去想着家己冲第一，这是一场耐力赛。哪爱带员工教育训练，搁爱共同学习产业升级。经过2008金融风暴，中国世界工厂掀起价格竞争，台湾的工具机产业嘛对其成本高精力慢慢转型淘汰旧机。
三项合作，培训人才，为每一处项目亲实进前建立实力。经过30档磨练，台湾的乌手文化渐渐蜕变做机械科技高手。机械手臂甲高响乐用普乐奖，2019年上映的30周年庆活动，前所未有的将精密机械带进国家歌剧院。这是来自台湾精密机械黄金祖国的骄傲。一个回转，藏着古国太阳能对日系统的关键零件，电动车的转向系统，每一个精神动作是工业的4.0关键。台湾高科技产业牵动全世界，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正做注目的焦点。但是嘛，因为全球化布局受到疫情影响，有危机，嘛有转机。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呢，绝对跟全球的整个产业会有巨大的变迁，它一定会往智慧制造走，分散制造，像东南亚这些的你会看到这些疫情稍微缓了以后，东南亚的活动会比以前强。大陆的这些工具机厂商这些制造商，他只要有比较好的东西，他们都很愿意试用。他们的进步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台湾的这些厂商里头必须要去警惕，要往这些产业升级上面来去进行。中国产业经济、东南亚制造兴起，拢会分化台湾的市场。未来精力保定伫智慧机器取代。全球产业嘛重新布局，在充满风险多变的局势中，有人面临淘汰，有人深刻等待下一刻丢跳的机会。若是这个机会是予准备好的人。